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新北三甲的车祸驾驶的姓有的驾驶早起因为背身，新北法制局是表示后续的赔偿是未受到影响的。昨昏美国学生伫咧新北市孔仔寮海边耍水，有2个人互爱用开用加走，一个有救起来，另外一个吹到的时阵已经过身。6月热浪电价要启动，一般家庭1个月要加出500块的电钱。另外出国旅游，若是买到仿的物件，互掠到上当罚15000。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1日暗新闻，我是陆尚如。新北三甲的车祸造成严重的死伤，驾驶的是78岁姓吴的驾驶，一直今仔日暂时过身。阿当病因是讲，虽然手术几了解，也是因为器官衰竭来死亡。新北法制局是表示，刑事的部分无法度继续调查，也毋过后续的赔偿是未受到影响的。三甲车祸姓余驾驶冲撞造成3人死亡，真侪人受伤。78岁伊治疗输了后昏迷，送医治疗到即马10外天，无法度做笔录。即马刷抢救无效，第31早起宣告死亡。本来是希望他能够受到法律制裁，结果他好像他在这样子，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做错什么事情，对他是个人小孩的不公平啊。没有去想那么多，先关心女儿这一部分这样子。面对老爸过身，阿当病院回应，为19到31，除了真侪届手术，嘛伫加护病房持续用非手术性疗法治疗，不过也是因为真侪器官衰竭死亡，也互伤者家属真意外。代志发生的原因，搁较无法度查清楚。检察官依法只能职权不起诉，也就是这个刑事案件这边会终结，无法继续侦办。统计到即马，全南还有4学生囡仔住院，其中有1个人伫加护病房。即马调书老爸死亡，那刑事调查受影响，受伤学生囡仔家属嘛烦恼后续赔偿问题。在第一个时间就立即启动了假扣押调查事实的脚步，绝对不能停歇。我们要给所有的受害者一个公道，不管他有没有放弃继承，原则上都会以加害人的那个财产为赔偿的基础。新北法制局表示，进前已经有请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协助家属申请假扣押，准讲驾驶死亡也会当向继承人请求民事赔偿，相关求偿未受影响。新北交通局嘛说明，3个月内会伫案发地设实体检测站，部分人行道会加装栏杆，提升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天气热，连假期间有真侪人会去耍水，也毋过都要注意安全。昨昏有半夜，美国的学生伫咧新北市孔仔寮海边耍水，有2个人去互海用加走，其中一个有救起来，另外一个搜救队员今仔日找到的时阵已经是过身。另外，昨昏伫绿灯的大白沙，有一个墨西哥籍的查甫人，介称是互流水倒拖出去，到当时也找无到人。海巡因海花咧超吹，船也共步出动，伫海面咧找人。空气直升机空中来回探查，消防队搁穿装备，畅水备进入海底。刘海空总动员总算伫3日下晡1点外找到4人的美国籍男大学生，不过已经无喘气甲心跳，明显死亡。因为海流的一个状况是很不一定的，也许他在外面，这都推测啊，就在外面一段时间再被推回来，我们在推测可能会飘到哪里去的一个结局，所以就是因为在我们规划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才能发现到它。这个20多岁大学生来自美国纽约市理工学院，和共校的朋友做伙来台湾游学。这个月子连假头一天，8人到新北市贡寮的海浜耍水，所2个人互大型加走，其中查某同学互救回来，1个人是无去。经过几日天的敲索，伫盐寮沙坡区找到。目前正在实施大白沙海域海面搜寻。案发的同一天，台东绿岛有人失踪，3位外国的旅客伫大白沙海岸咧耍水，一位墨西哥的男性疑似互海流抢走，海巡甲警方接到通报了后，就马上投入救援。3日透早继续咧找，只是到今拢还未找到人。那
南北边目前都已经有扩大那个搜寻的范围了，不是只有不是只有那个大白鲨那个区域啦，在地的那个潜水的一些教练也都有投入协助。目前那边回报的状况是，还是在持续的搜寻跟搜救中啦。案发的2个现场都是合法的送水区，但是消防甲海巡又愿提醒讲，伫港区甲岸边的活动都要注意家己的安全，尤其是电楼、客楼也是离岸楼，这拢要更较细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明仔载就是5日节连假的最后一天哦。高公局讲，上北的车阵会真济，拍算全线的交通量是6100万车公里，是平常时 1.3 倍。其中国道5号上北宜兰至平南路段，拍算会对早起8点，踢到暗时8、9点。明天是主要是有一些北向的车潮哦，明天北向大概会预估达到6100万车公里，是平常1.3倍左右。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我们针对国5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国1、国3是没有的。那国5的部分是在苏澳至头城的北向实施1点到6点的高承载管制，限制3人以上的小型车通行。到今仔日下晡3点，国道全线交通量是53.9万车公里。今仔日的交通量是平常时 1.52 倍。也那国道5号线崩坑就北路段通过的车辆是15989台，比去年5日节是减8%哦。6月开始有真侪新制要实行，亲像和民生相关的，就是热能电价要启动。一般家庭一个月拍算是爱加出约500块的电钱。另外代替的票价自6月23开始嘛要起价哦，平均的起幅是26.8%。以自强和台北到高雄来讲哦，这票价都起151块。下蚵仔蓝粉酒，佮拍一粒卵，刷落来表面煎一个，香公公的蚵仔煎就会当上桌。不过最近天气愈来愈热，加上6月初1开始到9月30启动热人的电钱，小食店的头家是讲，逐年到这个时阵，拢干那会当想办法省电，眼睛过去。夏季电价调涨的话我们付的电费要涨很多。冷气能够不开的就不要开，尽量用外带的方式来度过这个难关。即马热人的电钱是用2024年电钱审议会决议，根据台电的试算，去年一般的家庭热人平均月用电428度，电池大约1079块，比唔是热人的月份601块增加478块，电钱增加的程度是有80%。不过唔拿热人电钱，6月23开始，30年无起过的代替车票也要起价，平均起的程度是26.8%。台铁通勤的话，一定会觉得影响蛮大的。相对它可以不要那么长误点，我觉得这涨价应该还算合理。我应该是还好，因为我本来就很少搭大众运输。以自强号台北到新左营来做例，票钱对824块调整做975块。要那外靠铁路的华东地区，若是对台东坐自强号到台北，车票会对783块起到936块。另外6月份的新制，还有财政部修正走私案件免罚的标准，取消原底4条钱免罚的机制。旅客出国旅游，若是要寄回互海关查到，上悬会当罚15000块。健保署是扩大增加免疫疗法的适用范围。新增加列入非临床开小细胞肺癌的第一线治疗，转移性大肠直肠癌第一线较早期3阴性鳞癌，按算会有3400位癌症的病人会当受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全台湾立委的罢免案，目前是有31人啊，委员罢免连数有通过条件，中选会还未公布这投票的日期，也毋过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哦，伊说伫咧面册写文讲，就伫咧7月2日，也搁有8月23，那也是质疑讲这是有设备的问题。那郭建民伊本人是强调讲哦，这个罢免的投票日期，是伊家己所做的政治判断。罢免团体陆续提交第2阶段联署书予各地选委会查对，不过对着罢免投票日期，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民伫面册发文点出，就伫7月26、8月23，国民党立委质疑，敢讲是跳过中选会，郭建民直接来宣布是顶例。难道柯建铭你已经作为中选会的太上皇了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检调应该去调查中选会有没有泄密、有没有勾结的问题。
对此，中选会澄清，投票日期是各界家己推估的，无评论。像只有针对国民投票日，确定是伫今年8月23。也若民进党立委是推测，理解提案大部分在5月初送件，依照3百法第83条规定的40天内底完成审查，差不多是伫6月11，并且根据公法第87条，投票日应该伫公告成案了后20到60天内底举行。所以讲推估的投票期间是7月初2到8月11。那因为投票大部分都是礼拜六，所以呢，很多人都预测是7月26。那如果晚一点呢，可能就是8月2号。稍微提早一点呢，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那个时候在汉光演习，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简单的按照法条的数学的推算。因来罢免立委吴思瑶团体地动山摇林贤林张克进进前宣布退出，却是伫即时互网络媒体公布上早声明稿，内容直接点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已在误判情势，做出错误的决策。当国民党方抄假时阵，伊原无任何会使解救动机的方法。伊家确实国民党的罢免连叔叔真正有抄名册行为，就袂使说服家己去认同。确实民进党冇抄，当然想法也是唔对的。如果国民党是用这种造假抄袭的方式，那这些都已经触犯了法规。我已经向检调提出笔迹鉴定、测谎鉴定等等，来证明我没有参与到任何一张联署书抄伪的情况。罢免团体地动山摇继续拼连署，赖依林也讲已经向高等行政法院控告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并且主张第2阶段连署书无应该限制单一领衔人。另外，罢免国民党立委部分各地罢免团体也伫连假继续冲，避免伫投票日进前详细落来。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风声讲，中国解放军可能会伫咧5日做军演，不过到目前为止也无动静。那咱国的国防部有侦测到有12架中国军机、8架军舰，一共有1架公务船伫咧台海附近。另外，美国空军部长29度有点名中国是当在挑战区域安全哦，目前烦恼讲在印太地区可能会发生战争。传出解放军可能伫5月节前后进行军演的威胁，虽然到今也无相关的动作，不过咱国国防部一日侦测到12架厝的中国军机、8架中国舰、1架公务船侵扰台湾，显示解放军继续对台湾施压。那美国空军部长梅英克伫29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顶面，直接点名中国对区域安全造成的威胁是唔捌有的，更是印太会正做后一个可能的战区。Today'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s wide-ranging and it is unpredictable. There will be no sanctuaries. The Indo-Pacific will be your generation's fight, and you will deliver the most lethal force that this nation has ever existed, or we will not succeed. 梅英强强调讲，美国军事战略已经转做以本土防卫甲威胁中国为主。专家是分析讲，中国除了继续发展军力，也利用经济和区域的国家制造压力。其中台海是上前线，除了台湾要有警觉性的准备，第一岛链的国家也要注意解放军的突破。当驻韩美军、驻日美军、台湾以及菲律宾美军相关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国家，是否能真正在所有我们所预估的战力上，将中共的解放军封锁在所谓的第一岛链？专家认为讲，除了国军要细致预防由演转成的可能威胁，政府也要强化应对中国伫经济、外交等等的层面对台湾施加压力，避免和平演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虽然镜头转到国际哦，美国国防部长3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指出讲，若准中国用武力侵犯台湾，会对全球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前一日，法国总统嘛伫同一个场合表示，若准是建在罗西亚侵犯乌克兰，同款的情形可能伫咧亚洲，中国嘛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3日出席伫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真实而且可能真紧迫的。北京若想要占领台湾，会对印太地区甚至全球造成毁灭性后果。It has to be clear to all that Beijing is credibly preparing to potentially use military force to alter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We know, it's public, that Xi has ordered his military to be capable of invading Taiwan by 2027. Again, to be clear, any attempt by Communist China to conquer Taiwan by force would result in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world.
这是赫格塞斯头一摆伫香格里拉对话发表谈话，伊强调美国国防部已经要恢复勇士精神，中建军队甲恢复威慑力，用实力实现和平列做优先的事项。赫格塞斯也指出，美国总统川普讲，伫伊任内中国未对台湾发动攻击，美方目标是避免战争，和战争成本提悬，也若和平是唯一的选项。赫格塞斯3日也呼吁印太地区的朋友增加自身的国防支出。这另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甲新加坡国防部联合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30正式举行。法国总统马克宏迄间发言时强调，中美的分歧甲对立，爱各国选要支持倒一边，是当全世界上界主要风险。也敦促欧洲甲亚洲建立新联盟来阻止中国俄国两国寻求建立协调范围，更加呼吁中国阻止北韩介入乌克兰、罗西亚战争。马克宏警告，若允准俄国任意控制乌克兰领土，会对亚洲造成风险，也包含台湾。Because if we consider that Russia could be allowed to take a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without any restriction, without any constraint, without any reac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how would you phrase what could happen in Taiwan? What will you do the day something happened in Philippines?也来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国防部6年来头一摆无派国防部长出席，改由级别较低的学术代表团来参加。外界猜测，中国国防部长当军无出席，也可能是北京伫降低甲美方的接触战级，显示两国即阵的紧张关系。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但阁有新的发展哦。川普30日宣布讲，进口美国的钢铁和阿鲁米关税，自大月初4开始，要对25%要起到50%。另外，川普嘛批评中国违反战争，双方伫咧瑞士日内瓦达成的贸易协议。川普打算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直接对话。美国总统川普3早伫宾州的美国钢铁公司集会中面宣布，伊计划要甲外国进口的钢铁关税对目前的25%提悬到50%，而且无任何一个国家闪会去。We're going to bring it from 25% to 50% the tariffs on steel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ch will even further secure the steel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Nobody's going to get around that. So we're bringing it up from 25%, we're doubling it to 50%. 川普认为讲，有关进口钢铁关税措施，会当进一步向全球的钢铁生产商施加压力，并且保障美国的钢铁工业。川普了后伫社群媒体发文表示，钢铁和阿鲁米的关税拢会加倍到50%，并且对6月初4开始生效。另外，川普3早也伫社群媒体发文批评中国违反战争双方伫瑞士日内瓦达成的贸易协议，佮讲故意人就做到这为止。随后伫北京，川普重新强调，中国确实违反大部分的协议，不过伊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对话。If you read that whole statement, I was very nice to them. I helped them because they were in trouble with the stoppage of a massive amount of business. But I'm sure that I'll speak to President Xi and hopefully we'll work that out. But yeah, there's a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Yep. 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中国伫解除关键矿产出口限制方面进展是真拖沙，对美国半导体和国防产业造成压力。不过，中国是指控讲，美国伫半导体领域一直乌白出口管制，违背协议的精神。公视新闻郑元强编译。今仔日是5日节咯，伫咱台湾民间有出国试水的咧，希望会当祈求转运，也是提来静心。台中市今仔日中昼伫咧大界铁盐山减钱，都有出国试水的活动，限量500罐，无到1点钟的时间哦，互到民众抢了去。另外，屏东嘉东乡农会嘛有办菜市馆的活动，即嘛咱各地5日节的活动，会使讲是不止热闹热。午时一个到，正人甲水桶迄入去减钱，准备要出一个午时水。今仔外口未少民众提洗水干准备要来滴午时水。台中大家去尖山减钱，每年5日节拢有出午时水的活动。听讲即天11点到下晡1点，对减钱提起来午时水，是一年内底用气上强的时阵，民众提入去了后，会使用来祈求出去避凶，转运这意思。今年限量准备500罐，水提起了后无偌久，就互民众拢吐完咯。
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知道这里有，第一次参加。铁证山的剑井，相传是我们的郑成功以前驻营在这边的时候，那他把这个剑往下一插，就有这个泉水涌出来。另外，伫屏东嘉东高丽水中岛除了菜卵，也举办菜西瓜。民众除了把大西瓜采起来，也另外搁自来改装办。现场总共有888粒大西瓜，规条路拢采这西瓜，真实是真壮观。就连翕的粒野树，嘛爱像这溜冰鞋，则全部拢翕袂到。嘉东农会讲，这活动一开始是少年人想出来，无想到每一届到5日水就真做在地特色咯。用这样的端午佳节哈，来帮助我们各位好朋友们的祈福哈，888哈，未来的12年，我们1年来哈，我们都能12年行大运哈。我们用南瓜来嫁接西瓜，用苦瓜来嫁接西瓜，所以很多的西瓜种苗都是来自于我们屏东县的嘉东乡。关府讲，这活动除了替在地农业来宣传，也互5日水活动加一码创意甲趣味。不过也提醒民众，西瓜虽然真好食，不过也唔通食伤多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店有一间土地公庙，连续9档拢会伫咧5日节就正工做回来包肉粽哦。今年拢总是包7000粒，其中有1000粒是捐予弱势团体。虽然讲这几年捐不了的见效直直起，也毋过庙方讲因做公益的爱心无求水。准备香菇猪肉肉粽的手无停过，另外一边的职工是咧斗吹肉粽，为着赶伫咧中昼进前，甲7000粒肉粽完成，大家自前一暗就开始准备材料。猪肉啦哈，那个萝卜、豆干，还有花生，我们都包在里边，然后弄好了，香菇放在上面，就跟它这样绑起来。这样整个这样开起来就看到香菇，这样就很漂亮。新店这间土地公庙连续9档，招职工做伙来庙埕包肉粽。今年准备的量有7000粒，其中的1000粒肉粽要送予弱势团体。一个粽子就要大概60-70吧，所以我们号召志工，今天一大早就来包，现场包快要7000多颗的粽子，要准备一些给弱势团体他们来享用。过节的气氛。庙方指出，这几年肉粽的原料直直起，尤其是猪肉加香菇，价小起差不多1/3。猪肉起差不多1/3，一斤差不多167块咯，有无吼？香菇嘛是起价，去年平均价吼一粒拢差不多咧32块至33块啦。今年爱40多块。但是庙方爱心无求水，只要民众有需要，拢会当来领6粒肉粽，互大家拢会当感受5月节的气氛。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不管会使讲是咱台湾的重金属音乐，结合锣鼓、鼓吹等等的乐器，常在伫咧庙会也是传统戏曲的后场演奏拢看会到。也毋过现代社会接触的人少啊，台北有100多年历史的国强乐园，和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作来举办八馆体验，就民众做伙来学八馆欣赏八馆音乐。听古典的总指挥，民众唱体操和鼓吹弦仔互相配合，伫咧体验演歌八馆演社台北强乐园结合草稿场的剧场成员合作扮演汉神奔波。台北强乐园自日本时代1913年成立到今，已经有100多年历史，是大稻埕8大演社之一。31接受台湾新文化运动馆的邀请，来举办八馆体验活动。对我们的这种年龄层来讲，可能比较没什么接触啊，所以就是你大概知道，可是你不会去知道说这个是怎么演奏的。等于说今天这个机会就蛮有趣的。台北强乐园是传统艺术无形文化慈善保存者，目前正式的学员有30多人。八馆会使讲是台湾的重金属音乐，常在配合歌戏、布袋戏等等传统戏曲的后场演奏，也是宫庙灶头日的时嘛听会到。为着要甲八馆这项传统艺术传承落去，台北强乐园时不时有开课教学，当有济少年家加入。海海城隍庙，伊这个月拢咧办迄个文化祭啦，就是城隍爷的生日安尼，所以迄个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就找阮强乐园来做一个。要推广啦，就是互大家，互一般的人熟悉八馆。我伫学八馆的时阵，我会感觉说我学的物件真正是台湾的生活，台湾人的思想。所以你甲我，互我就有
遮地气嘛，地气的感觉，足实在的。姜老燕表示，无论喜事丧事，拢听得到八关音乐，而且这嘛是早期先民留落来五路文化。也毋过，即马工商社会接触的人少啊，嘛定系因为毋知要安怎欣赏八关音乐。姜老燕嘛希望加透过这款体验活动，互民众对台湾土地音乐产生兴趣，进一步愿意了解斗阵传承。记者卢尚珠、郑俊由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地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至34度，中部地区24度至33度，南部地区24度至34度，东部地区22度至32度。华东地区23度至33度。2022年落雨战争改变乌克兰的命运，因为家园破碎，几若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场战事到达也未结束。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所做的落雨战争专题，记录战争上真实的模样。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卢尚珠，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